早前有家長喺社交平台 Threads 發圖發文，指佢讀緊小學嘅仔仔喺中文作文嗰陣寫雪糕，就被老師圈起，改正為冰淇淋。佢好唔明白點解中文作文唔可以寫雪糕，要寫冰淇淋。事件引起咗大眾嘅關注討論，有唔少70後、80後都表示自己當年老師都係咁教，係要寫冰淇淋嘅。不過我作為80後嘅一份子，我記得讀書嗰陣寫雪糕係冇問題嘅，反而自己從來都冇寫過冰淇淋。原來昔日文學作家魯迅喺1927年廣州生活期間，佢寫嘅日記就有提及至安樂園食雪糕，而教育局中國語文教育組制定嘅小學學習詞字表，甚至喺香港法例冰凍甜點規例都有使用雪糕嘅字眼，所以雪糕算係被政府承認嘅正式用語。書面語寫雪糕絕對係冇問題。其實有咩可能唔寫得雪糕？雪糕車唔通要寫做冰淇淋車嗎？難道唔會覺得有啲不倫不類？其實呢件事只係冰山一角。廣東話唔俾寫出嚟已經係一個社會常態，我哋大部分人都已經習慣咗我手唔等於我心，所以先唔覺得係一個問題。但係我哋明明係用廣東話嚟思考，咁點解寫嘢嗰陣就要變成用另一種語言？即係好似人哋美國人講 ice cream， 佢哋學校就教寫 ice cream 係錯嘅。當件事發生喺外國，係咪就覺得非常荒謬呢？所以廣東話被標籤成口語，被老師打交叉扣分，其實一啲都唔正常。你依家收睇嘅係一個人 TV， 一個用廣東話介紹真實嘅中國歷史文化嘅 channel。如果你鍾意睇我哋嘅內容，又想支持一下我哋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啦。到底點解慢慢成個社會會演變成廣東話被稱為口語，只可以講而唔可以寫出嚟嘅語言呢？喺解釋之前，我哋首先了解下書面語嘅歷史先啦。書面語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嘅甲骨文同埋周朝嘅金文，而去到先秦時期，以孔子等思想家所使用嘅雅言為基礎，演化成我哋後世所稱嘅文言文。由於當時書寫工具昂貴同埋製作不易，書面語嘅表達係追求極度嘅精簡。去到20世紀初，喺五四運動同新文化運動期間，胡適、魯迅等等學者提倡我手寫我心，主張廢除複雜嘅文言文，推廣以現代口語為基準嘅白話文，以普及教育同埋文字。當時嘅人主要講普通話，所以白話文就係非常接近普通話嘅口語。30年代開始，香港受到五四運動嘅影響，開始興起用白話文寫作。隨住新式報紙，例如《華僑日報》同埋教科書嘅出現，白話文逐漸被普及。去到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，大量中國文人因為戰事南下香港，帶嚟咗成熟嘅現代漢語書寫範式，加速咗香港書面語嘅現代化。隨住1974年中文成為法定語言，政府就必須準備中英文版本嘅公務文件，咁好自然就採用咗當時已經成熟嘅官話白話文作為書面標準。因為當時香港有相當比例嘅人口係嚟自中國，所以使用白話文就能夠最方便、最有效率咁俾大部分嘅香港人明白。去到1997年，香港主權移交之後，香港書面語就進入咗兩文三語嘅政策化同埋中港融合嘅新階段。教育局嘅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就有清楚提到，我哋需要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嘅人才，以提高香港喺國際上嘅競爭力，同時促進香港同內地嘅交流同聯繫。亦要關注運用規範書面語嘅能力，避免學生表達受口語或者網絡語言嘅影響。而去到2000年開始，政府更進一步推行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，試圖讓學生嘅書面語同口語統一，聲稱學生喺普通話嘅環境下學習中文就係我手寫我心，咁樣學中文就會學得更好，更有優勢。然而現實嘅情況係，學生喺普教中嘅環境下學中文進度反而慢咗、差咗。個原因都好簡單，政府假設香港學生識得用普通話嚟思考，但係呢個只係一個一廂情願嘅諗法。實際情況係，當學生要喺課堂中用普通話嚟討論嘅時候，首先學生係會用自己嘅母語，即係廣東話嚟思考，然後就要額外喺個腦裏邊花功夫將廣東話嘅意思翻譯成普通話，結果要表達同一個意思，學生需要花更多精神時間，變相令學習變得低效率。咁講翻
教育局或驚學生嘅表達受口語或者網絡語言影響，視廣東話口語為上唔到台面嘅市井語言。但我想講，廣東話口語唔代表冇文化、冇歷史底蘊，佢哋分分鐘比起所謂受規範正宗嘅書面語更加有詩意，更加歷史悠久。喺之前我嘅一條影片20個嚟自古詩嘅廣東話裏面，我就介紹過後山、正話間、傾偈等等，都係本身嚟自古文嘅古漢語。咁今集我就再講多幾個例子啦，好似係舊時，即係普通話嘅以前，就係可以從唐詩裏邊揾到，例如唐詩石頭城嘅淮水東邊舊時月，以及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。仲有我哋話慳錢個慳字，原來早喺唐代嘅廣韻就有記載，慳論也。仲有好攰嘅攰字，同樣歷史悠久，佢出現喺三國魏曹植。驕字詩，以此字攰，所以教育局嘅做法其實都幾矛盾。一方面要學生背誦學習唐詩300首，但係當學生將唐詩入邊嘅古漢語寫咗出嚟，又話咁樣係口語，唔係咩規範書面語，真係搞到我好亂啊！而書寫廣東話口語更加有規範書面語做唔到嘅效果。首先，口語嘅情感表達更傳神、更有生命力、更到肉。廣東話擁有豐富嘅語氣助詞，例如囉、和、㗎、咩、啫，呢啲詞都可以精準咁樣傳達說話者嘅情緒。例如口語係咩？對比書面語嘅是嗎？前者你可以感受到一種懷疑或者挑釁嘅意味，後者則顯得平淡同埋冇感情。仲有好多廣東話嘅意思都好難完完全全咁樣翻譯做白話文書面語，例如收皮啦嘅收皮，你可以點譯？我勉強諗到最接近嘅書面語係閉嘴，但又好似缺少咗嗰種神韻。又例如招積，形容一個人得意忘形、愛榮耀，而且有一種想俾人打佢嘅傲慢。書面語最接近嘅詞彙係囂張自大，但又係缺少咗嗰種自以為好型、好想打佢一鑊嘅視覺感。書寫廣東話口語仲有一個好處，就係我手寫我口，能夠降低認知負擔。對於以粵語為母語嘅人嚟講，直接寫口語唔需要喺腦裏邊進行翻譯嘅過程，所以書寫速度可以更加快，思維更加連貫，同埋讀者可以更快速同更精準咁樣理解作者嘅意思。另外，有啲唔同意寫口語嘅人會話，即使廣東話本身有好多嚟自古漢語，但係由於好多詞彙我哋都係識講唔識寫，個正字已經無從考究，變咗坊間出現咗唔同版本嘅寫法，造成使用上嘅混亂。我自己就唔認同呢個係一個理由。作為廣東話係母語嘅香港教育局，其實你哋係有責任將我哋日常講嘅廣東話嘅正字記錄低，然後編入教材，俾學生可以寫出正確嘅廣東話。奇怪嘅係，香港教育局完全無視廣東話嘅教育，反而仲要落井下石，不斷咁打壓自己嘅母語。咁請問你哋對唔對得住教育呢兩個字呢？廣東話口語係正宗香港文化嘅一部分，成個過程係因應社會轉變而自然發展出嚟。呢啲港式口語都係得到咗香港人嘅認同，先至會流行於社會上面。所以我認為本身語言文化就係冇高低之分，亦冇任何人或者團體組織有資格去決定咩文字咩詞語係啱係錯。你係都唔鍾意寫雪糕，係要寫冰淇淋嘅，咁你咪寫咯。如果社會上大部分人都同你一樣嘅諗法，咁自然雪糕呢個寫法就會慢慢被淘汰消失。但現實就係雪糕係香港人主流嘅寫法，佢存在本身就係一種意義。我唔否定規範書面語對於文化傳播嘅作用。白話文書面語作為全世界華人共同嘅文字表達方式，如果我哋完全唔識用書面語，只係用廣東話作為文字媒介，咁樣全世界講普通話嘅人要睇得明白就會變得非常之困難。咁的確係不利於文化嘅傳播。但係另一方面，太過教條式咁樣遵從規範書面語，一見到規範以外嘅所謂口語字出現，就要趕盡殺絕，禁止學生運用。咁樣調翻轉係會抑壓咗本土香港文化嘅發展。當我哋要為咗迎合遷就所謂大部分普通話人嘅文字方式，而去犧牲咗自己本身嘅語言文化，最後就會變成只有一種被官方認證嘅文化可以存在，個社會就失去咗唔同文化之間嘅互相學習同影響。
咁樣對整個華人文化圈嚟講，又係咪一件好事呢？而所謂規範中文書面語，客觀上睇，其實佢絕對係一項打壓廣東話發展嘅政策，令到廣東話嘅地位降低。長遠嘅結果就係會令更少人願意講廣東話，最終令香港文化甚至整個香港族群嘅身份認同逐漸淡化消失。文化本身就好似水流咁樣不斷流動變化，係唔會死咕咕咁樣一成不變。即使係講普通話嘅中國地區，佢哋都會慢慢受廣東話文化影響，接納部分廣東話詞彙成為佢哋書面語嘅一部分，好似係炒魷魚、狗仔隊、煲電話粥等等。仲有買單其實係嚟自埋單，打的係嚟自香港人講嘅的士等等。唔同嘅文化互相交流，先會產生火花，從而學習到更多新嘅詞彙用法，彼此嘅文化先會有活力。最後，語言從來唔應該有高低之分，書面語只不過係一種方便溝通嘅工具，而唔係用嚟判斷文化價值嘅標準。如果一個社會連自己日常使用嘅語言都唔可以寫出嚟，甚至要被視為錯誤，咁呢個現象係咪正常呢？到底個問題係因為廣東話本身，定係有其他嘅因素呢？相信大家心裏邊都有答案啦。咁你平時係寫雪糕定係冰淇淋呢？你又認唔認同廣東話口語可以同書面語平起平坐寫喺文章上面呢？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討論。咁今集就去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，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、民眾心理等嘅影片，請唔好吝嗇你嘅手指或者 mouse，幫我哋 like 同 share。當然仲有 subscribe 我哋頻道，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。